是漁港，亦是香港。呢一日係2025年5月31號，農曆5月初5喺大澳。嗰一日參加咗一個公眾考察團。首先我哋嚟到好接近新基橋嘅棚屋，陣間所有嘅遊涌過程都喺呢度觀賞。講解員呢介紹緊新基橋到時會升起橋面，因為神艇經過。人咧，即係喺四間廟攞咗個神，就擺喺個神艇。然後咧，即係攞4個嘅。係啦，係啦。首先就見到爬艇行嘅龍舟出現啦，咁佢哋個路線就經過咗新基橋。爬艇行係3個漁行入邊呢最具歷史，超過咗100年嘅歷史。當時呢喺1950年代之前呢，爬艇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型嘅漁船啦。咁我哋翻返去現場，佢哋嘅龍舟遊涌呢有3個主要嘅點嘅。咁第一個點呢會喺坑尾水面嗰度出發。然後第2個點呢，就係經過咗新基橋去到楊侯廟嘅海面啦，跟住呢，就會兜一個圈去到大涌口啦，然後再返去嘅。而家經過係爬艇行嘅神艇，咁入邊呢係載有咗菩薩小像去遊涌。嗱，呢個就鮮魚行。第二間白色衫出場嘅係鮮魚行，咁鮮魚行呢係由大澳30幾間負責轉銷鮮魚嘅魚商喺1930年組成，咁佢哋主要係將啲魚獲呢去分去大澳之外嘅一啲市場出售咁樣嘅。大家可以見到遊涌嘅船呢係由頭船啦，同埋而家睇到嘅龍舟，去到最後尾船嗰個呢係神艇去組成嘅，就係3條船去組成。跟住有個意識，佢要攞車，一定要攞車嘅。神艇咧係會一直去化衣嘅，即係燒一啲金銀衣紙啦。咁其實都係保佑水陸居民嘅平安。接下來出場黃色衫咧係代表合心堂嘅龍舟。咁佢係1932年組成啦。咁就同爬艇唔同啦，佢哋係主要經營呢個大尾仔艇嘅漁民嘅。咁就佢哋係專捉一個黃花魚啦。咁喺黃花魚嘅魚季嘅時候呢，就會去一啲島嘅附近去捉黃花魚嘅。咁佢哋會用一個圍網嘅形式去捉嘅。3個漁行嘅龍舟同埋神艇呢，都會按住次序咁樣去遊涌一次啦。大概成個過程係45分鐘左右。之前都嚟過大澳去玩啦，但係就未睇過遊涌嘅。咁第一次了解咗遊涌嘅歷史啦，同埋過程之後呢，覺得好神奇，同埋覺得大澳嘅凝聚力十分之強大。咁都覺得香港係有一個漁港去演化。咁大家有機會都可以去睇下遊涌。